2011年卷2第2題，咁呢個 program 係要分析學生嘅體重啦，咁而學生體重係儲存咗喺一個陣列叫 A 嘅，咁中有5個元素 ，n 係一個全程嘅整數常數啦，裝住個5嘅。咁第一個子程式叫 RV 咧，咁做啲咩咧？就 for i 等於1 i 細個或等於 n 除翻2。咁整數除整數出翻整數啦，咁所以1去到2即係做2次啦。咁做啲咩？就將 ai 同埋 an 加1減 i 就將佢對調嘅。咁所以做第一次時候對調邊個咧？就 i 等於1嘅時候咧，咁呢個就等於5啦，頭尾調轉啦。咁另外 i 等於2嘅時候咧，咁呢個就係4啦。咁所以就將2、4兩個調轉啦。於是結果最後個 RV 做完咗之後咧 ，ai 裝住啲咩數值咧？咁啊30、40調轉咗啦，50同埋42調轉咗啦，咁所以成個 array 係反轉咗嘅。問題 B， 咁假設有100個學生，於是 n 就100啦，咁呢個子程式 i90a 咧就將0咧就塞晒落去呢個 array 裏面 A 嘅 array 裏面，咁所以個做法就點做咧？就 for i 等於i 細個等於 n i 加 ai 等於0，咁啊全部 set 做0嘅。咁下一個子程式叫做 add w。咁佢接受一個整數叫 w 嘅入嚟啦，然後將呢個 w 就 save 落去個 array 個 A array 裏面。咁個次序咧就會跟翻由大到細啦。咁最初 i 都係99，即係由最尾嗰個開始啦，一路掃 i 減又掃翻上去前邊嘅，或者揾一個適當位置之後咧，將呢個 w 咧就插入去。咁喺個過程當中，我會將啲數據就向右邊移嘅。咁只要個 w 係大過目前嗰個 ai 嘅話咧，就會將個數值就向後移啦。咁所以問題 C 咧，如果我先做 i90 即 set 就做全部 set 做0啦，跟住再做3個 add w， 一個 add 36、add 30同埋 add 40。咁我睇翻呢句 ai 加1等於 ai 咧，實際上係將個數向後移嘅。咁佢不斷向後移啦。add 個36嘅時候咧，因為36係大過36w 啦，大過 ai， 咁所以將個0向後移，呢個0向後移，一路移到去最前邊咧，咁就會停低啦。咁我哋會將個 w 咧就 save 落呢個位度，咁所以36去咗最前邊咧，咁再 add 個30嘅時候一樣咧，由99開始，由尾開始，咁將0向後移，直到揾到個位置咧，就喺第2位，就將佢放低。咁因為個30係大唔過36啦，所以個36就冇向後移嘅。咁再 add 個40嘅時候，因為40大過晒所有0啦，同埋30、36啦，咁所以40會擺喺最前面嘅。咁於是成個陣列頭尾4個嘅元素咧，分別就會係40、36、30啦。咁而後邊全部都0嘅。問題 D， 咁假設有個陣列叫 B 咧，由 B1 去到 B100嘅，咁啊裝住咧啲學生嘅體重，已經入晒數字噶啦。咁你希望咧就寫一個第二個子程式叫 A sort 咧，就將 B 嘅數值全部搬晒落 A 度，而且係排晒次序噶啦。咁而呢個 A sort 就可以用翻個 RV、i90 同埋呢個 add w 咧，係將 B 嘅嘢全部插落 A 度，再排次序。咁所以個做法點做咧？咁咪首先 i90 咧就將 A 全部 set 做0先啦，然後 for i 等於1 i 細佢等於100，做100次。咁每一次就將個 bi 嘅數值咧就 add 落個 A 嗰度。咁而 add 嘅過程當中，我哋會將啲數就向後褪啦，然後將個 w 即係個 bi 呢個數值咧就擺喺個適當嘅位置度。咁最後出嚟嘅結果咧就會由大到細排列。咁但係今次我要求係由細到大咧，咁所以咧就要再 call 翻個 RV， 就將成個陣列就調翻轉佢。咁你記翻 RV 呢個子程式係將成個陣列就全個反轉嘅。咁所以 i90a 就將全部 set 做0啦，跟住做100次。咁每次係將個 bi 咧就 insert 插入去個 ai 嗰度，再將成個 ai 調翻轉佢。